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2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风车肯。昨昏伫这个三会夫的日经文分享，咱有讲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拢三会夫披麻，对上帝表示忏悔的意思。这个结果是因为有一个人受到上帝的测肯，虽然伊原来是无愿意，甚至因为伊逃脱上帝要爱伊去的方向，但是最后伊还阁是接受奉着上帝的测肯，去到伫尼尼微城传上帝处罚的决定。上时也提供一个悔改的机会。过几天就是台湾的228和平纪念日啦。迄是因为发生伫1947年228的事件，这个事件是一个无平安的事件。当初时，台湾人每300人的中间就有一个人被杀害，这个是一个屠杀的事件。受难的人搁较是不计其数，特别是伫对后来的白色恐怖所带来无平安的社会的不安，有一寡人讲到赦免、继续往前来行的讲法。当然，咱知日子是要往前来行，但是赦免呢，必须要有对象，要有人认罪悔改。若无的话，赦免是要安怎来存在呢？就同款，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无有病人才讨有医生的需要呢。当咱看到一个和平的信息、悔改福音在传的时阵，咱就必须要清楚是毋是上帝的旨意，还是应该爱行的倒一条路。约拿虽然完成违抗上帝的命令，虽然伊真毋甘愿，也无认同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伊犹原讲到上帝爱伊讲的话，就是警告罪恶之城的人，有关上帝的处罚。就伫尼微城全城认罪披麻三会夫表达悔改的心了后，上帝就赏赐赦免的恩典。就伫这个赦免的恩典，就是要来除掉因的刑罚。这就是上帝测肯仆人的目的，为着要互人来归向伊，所以伊将伊的赦免的恩典赏赐互遐需要而且阁愿意认罪悔改的人。圣经记载，上帝阁一摆向约拿讲话，伊讲：“你往尼尼微迄个大城去。遐的人宣告我吩咐你所讲的话。”约拿服从上主的命令，就往尼尼微去。迄是一座真大的城，需要3天的时间才会当行完。约拿进城行1天的路程，就宣告讲，过40天，尼尼微城要受毁坏啊！咱又阁看到尼尼微城的人的回应，
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因就决定要爱禁食。城里所有的人，无论大细，拢披麻表示痛悔。尼尼微王一听见这个消息，就离开宝座，脱掉王袍，披麻坐伫个火湖的中间。伊向尼尼微城发出通告，讲：这是王甲伊的大神所颁布的命令。人、精生、牛羊拢袂通食物件，不准食，也不准啉。人甲精生拢得爱披麻，每一个人拢得爱恳切来向上帝祈祷，并且停止邪恶的行为，无做强暴的事。可能检查上帝会因为安尼改变伊的心意，无搁再受气，咱就袂得到灭亡。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因诚心实意来认罪，并且悔改转向上帝，因此就享受赦免之恩，做上帝所享受的。圣经讲，上帝看到因所做的一切，看到因放弃邪恶的行为，就改变心意，无将伊原先宣布的灾难降予因。就好像咱头前所讲的，下面有一个真清楚的对象，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。亲像保罗嘛同款，伊奉上帝的选调，差遣，成做福音的使徒。这个福音伫真久之前就透过众先知所应允啊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所要享受的恩典。保罗原先无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就亲像遐犹太教的领袖共一样，甚至还阁迫害一切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但是伊得到呼召了后，就完全改变，甚至为着认为耶稣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子。而且阁甲人伫遐来辩论。罗马书开始，保罗就表明家己的信仰态度，以及得到差遣的职责。圣经讲：“我是基督耶稣仆人保罗，上帝选调我做使徒，特派我传伊的福音。”这个福音是上帝伫真久以前就借着伊的众先知伫圣经上所应允的，内容有关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对新世来讲，伊是大笔的后代；对圣洁的神性来讲，伊是上帝予伊对死搁活，用大权能显示伊是上帝的囝。借着伊，我得到特别的恩赐，为着伊的名做使徒，来带领各国的人来信伊。这当然包括恁遮会伫罗马得到上帝选调归属伫耶稣基督的人。身为基督徒，咱必须爱成做一个蒙主呼召的人，检查上帝的旨意甲咱无共。但是咱犹原愿意互圣神所带领，互上帝所使用，诚做迄个互人得到利益、荣耀主性命的人。
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请兄弟姊妹才家己来研读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恳求上帝的圣神感动阮，互阮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，成做一个用神益人的人，成做光，成做盐，来见证主名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